技术等来行业福建嘅沙件，一个会建议未来小解到了沙件嘅民间艺术检讨起。沙件唔单止有丰富嘅历史文化嘅特色嘅小食，更加係东泉名嘅。所以有人讲，沙件係中國嘅小食之鄉，還有中國嘅小食文化上。也對沙件人來講，小食係當然當創業嘅一部分，咪係沙件人生活嘅經濟來源。也分布到中國各地嘅沙件小食，一年是帶來超過50億人民幣，差唔多250億新台幣嘅收入。老舊到悠悠嘅嘢後腿肉，掘地位起來，跑到皮肚空，一年就係夾到講嘅變肉，人講嘅偏食。兩下班盤嚟肚空就對到衝這三嘅樣嘅，做下木法就保護為變肉，沙定愛做菜天熱，講係攞出腳為整腳。啲水餃皮肚空跑地位了，個天天呢老經驗出招活，無看天愛熱幾多汁。唔過天出愛天天的熱就煙嚟講。昨天是用煎的嗎？是用蒸的？煎的。煎的。還等下還有紐約蒸餃。出題凍醬，東上人的整餃，南外一片，韓國有熱，夫妻包整餃。你這樣一分量多了也沒辦法。40-50個。包完這一盤要多久啊？很快包完這一盤幾分鐘嘛就。從我懂事來，反正小吃各類的小吃，我們都是反正從一出生懂事，慢慢吃都是吃這些東西長大的了。最早我們沙縣小吃的4大小吃是燒麥，還有芋餃、豆腐丸，還有一個是餅肉。味道愛按內點度來無甜嘅熱下，見點出。大概點熱，薯腳都愛夾，來同大家服務。準備食茶椰樹無意時限，故作簡單有夾係沙縣小食，其他嘅特色。農場肚後小多多嘅嘢試過，地肚包地溫肉，食起來又 Q 又成牙。另外也冇嘅地肚仲係長係板條，又長係長款嘅東西，夾到盤後也得會重化。看到悠悠嘅椰酸後，加底為沙縣醬油為中料，調豉油，一食就會起味。這個是米磨漿，洗米拿去浸了泡好，它就磨漿磨出來，那個水沖下去，然後就開水啊，用鍋啊，以前古老的鍋燒火，這樣子，再拿個瓢這樣圓圓的，這樣吹一下，弄一下，蓋住這樣子弄。各種各樣嘅小食，看到你唔啲愛食乃好好，見到嘅靈暗石頭，一條沙縣人爭啲嘅傳統小食嘅，生意行下好多講唔得。沙縣人唔但將好食小食，行下有60%卡價嘅農村勞動人口，村外做去做沙縣小食的生意。一下啲中國各地，大約有2萬間嘅沙縣小食店。就連歐美、日本一條國家未食得到沙縣小食，一年下來出嚟到至少50億人民幣，也就是大約新台幣250億元。目前我們沙縣小吃在沙縣是影響很大的，可以說在全國都那個。對我們沙縣老百姓來講，沙縣小吃給我們帶來了不菲的收入吧。故說沙縣縣政府出台對1992年開始，當年老小食節盼到東派廠、東校業，限時嘅7.6億人民幣，啲東西成立為沙縣小食文化賞，就會希望越來越多人記得沙縣小食也好產業。就在我們當地美食就比較受歡迎，就自從97年，本來是92年左右出去吧。90年代出去外面開，但是92年就縣委縣政府把沙縣小吃128小吃節12月8號是中國烹飪協會指定的128小吃節。沙縣一定有名嘅就係小食，係餐廳日常生活天窗杯熱味。有單位呢就係沙縣天傳統嘅小食攤，其中嘅蔬菜，尤其都係年尾嘅時節行卡到熱鬧，也都係看到外後半夜點價地度，那就係熱，大家都無限沏茶，定定愛食東西。不過沙縣嘅小食唔但
们请安内听听。沙县一定有名的就是小吃，不过小吃唔係大家想到啲路順擺攤嘅嗰種，我一下就來到為沙縣嘅小吃文化上，也係沙縣政府特別打造出來嘅，就是我背後老建築嘅部分。行家來到鴉片呢，也已經係國家4A級嘅旅遊景區，咪係蔡天然嘅經濟來源。故所講沙縣嘅小吃，做得講係蔡天然前後嘅一種名片。以上就係記者來講252啲福建沙縣嘅採訪報道。都了解了鏡頭戲傳統藝術同了沙縣嘅消息了後，天空特別嘅單元會帶觀眾去到沙縣嘅夏廟井，而家本人工作係桃花人嘅象徵，來拜訪特別嘅自然傳人，還有腳太輕鬆嘅羅阿婆。面對了種特別嘅文化地位，來了解到夏廟同佢哋之間到底有哪條本塊關係。